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国防部发布17查到2粒中国来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伫基隆西北方110海里的所在，专家认为要用无人机反制。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第2020年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到达航关超过1000公斤开庭，看起消散落吧。北韩伫17、18拢试射飞弹，日本推测这飞弹会当飞超过15000公里，也就是会当飞到美国任何一个所在。讲到中国的空飘气球溜落台湾，真有可能会变作是真接来。国防部发布17查到2粒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伫基隆西北方110海里的所在，这关度大概是27000尺以下，向东了后就消失去啊。专家认为讲，国军目前敢若监控了，伤过步也无紧，应该爱用无人机积极来反制。另外，美军为着要反制中国的飞弹威胁，伫关岛北边200公里的所在天灵岛重新启动基地。中国鸟在手段真济，不止基南出现在大海，空飘的鸡龟也豆豆行向上台。国防部10日发布查到共机6架次，共男2只。国军17早起9点，下晡2点外，才按2粒空飘的鸡龟超过海峡中线，伫基隆西北边差不多110海里，关度差不多27000尺以下，飘向东边了后消息。专家表示，都是东北季风季节对中国操作，对台海战场经营进步收集有利。要走怎么轻收，那他的主动权是比较多。我们的相对于我们是属于被动，看他来看他走，看他进来看他出去，没有做个积极的动作。我认为这个是久的话就会形成破口。对美军出动战机将鸡龟抛了无共，国军用干闭监控，专家认为伤过被动，应该透过无人机将鸡龟摕落来，避免加做空碰。另外，中国最近发射真济了火箭卫星，虽然对台无影响，不过这会作为科研用途的卫星，若转做军事用途，对台威胁增加。面对中国大量制造长程飞弹，美军提前做好准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接受一间亚洲专访证实，伫关岛北边200公里的所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灵岛重新启用高建设空军基地。关岛在遭到飞弹威胁的时候，战机可以转移到这个天灵岛，特别是 B2 隐形轰炸机或是 B52或 B1 的这种大型轰炸机，它的航程都可以由天宜安岛或者是关岛直抵东海进行协防的任务。针对美军重启天灵岛作为战术基地，伫西太平洋增加部署军机的地点，学者分析，天灵岛伫地质岛链，对美军影响关岛和强军空袭，将轰炸机转有帮助。研制关第一岛链的台湾协助强军进犯，日本沖縄加从那空军基地可能加入中国攻击目标。韦巴赫也证实，会伫遮开放研究部署战机，不过无讲出确实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船打造头一只国造的畅水艦，当咧测试验证各项装备系统敢有下规范。这畅水艦的调职前，黄曙光接受外国媒体一间亚洲专访，也讲到这畅水艦的编装人员协定成效，直接导入装备测试、系统操作，也有教育训练。明年4月完成落水测试了后，会去海面做试验。赶伫总统蔡英文5月26日进前完成海巡河试验。国军防岛强军随下作战，交由台船打造第一只国造畅水艦海巡河。畅水艦接职人黄曙光接受外国媒体一间亚洲的专访，展示海巡河上新的进度，会进行博港测试。畅水艦编装人员协定成效，直接导入装备测试、系统操作加教育训练。这项目拢伫华上进行，确保所有装备符合规范，按算明年春节2月了后完成，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当头去海上测试，由黄曙光亲身率领海巡河畅水。学者表示，会检验动力系统，包含航停、上浮、加畅水、加关系官兵呼吸的换气系统，拢是海巡河的挑战。第一艘船呢，它的其实这个学习曲线应该是还非常长。那可能刚开始可能只是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就确定它那个可以测试可以出港，那其他的可能还要接着进行验证嘛。那个国军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 X 型舵的这种设计，那你这个牵涉到它需要那个用电脑来控制，那它这些很多系统都会比以前的舰龙级要更为先进。
红社江南小组赶伫总统串门，明年5日空下任进前完成海巡会海测，交由海军测评验收，只有3个月时间未完成海测，或者拍一个问号，因为时间真晏。尤其唱水艦营运组甲有作战能力是2件大事，相信台船会严格完成相关测试。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要求黄曙光讲会到就会做会到。这个所谓520不要只是空包弹，而没有实际的成果。台湾可以成立的是潜舰队，好，而不是只有一艘。针对海巡号造价差不多493亿，黄曙光特别强调，海巡号比美国的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唱水艦736亿，海狼级核动力攻击唱水艦960亿。甲美兴联手为澳洲打造的唱水艦拢较较俗，不过海巡号是插电唱水艦，造价成本比核电的唱水艦原本就较俗。另外，江南的布局，黄曙光希望2025年海巡号完成建备，2017年各造装一架新的国造的唱水艦。刘世峰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后续的军艦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总统大选，这边总统的郭文哲提出金融政策，要定期金融兵推和演练，也阁要改变税制。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接见国际农业青年大使团，也讲台湾的农产品即马外销第1名是去到美国，唔是中国，鼓励台湾青年就要走向国际。也那这国民党还尤其是强调新住民政见，主张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的年限，就要比较其他的外国配偶。最近定下传出治安问题影响金融市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10月提出金融政策，要定期金融安全并推甲应变演练，强化治安，翻新税制，独立透明，会当扣缴的货币机构，反转加利率、加汇率带来的房价甲经济发展问题，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甲金融小布局，也要成立主权基金，加强国家资产，佮推动智慧金融。中央银行呢，因为它被背负了一个责任，所以它很难翻身呢。因为它每年要缴整个中央政府总收入的10%的，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单位，来帮助台湾的产业发展。民进党赖清德是以副总统身份接见国际甲农业青年大使访团，多咧感谢友邦圣罗西亚电台，强调台城有农业旅游合作计划，佮较公告，即卖台湾农产品外销第1名是美国，唔是中国啊。唔望借青年大使团合作，强化甲其他国家通流，也鼓励青年加入国际。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多到海外，多看看世面，所以我有提出一个100亿的海外圆梦基金。国民党侯友宜是出席中考活动继续股票，也毋过是带内容流会，所以也出强调集团伫2018年、2022年2摆新北市长选举中，涉嫌违法用人头关政治现金，和侯友宜总额超过1000万，对此侯友宜也随反击。所有的政治现金都可检验，一切按照所有法律规定来办理。在68是移民者，伫这1日侯友宜佮表示7项新住民政策，包括6批出地身份证年限比较外批。新住民复兴全面立件保证，成立移民委员会，推动新住民基本法等等，表态守护新住民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伫2019年，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去互指控讲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到今已经互关超过1000公路，惊总算是开庭。不过，这黎智英看起来是消散落败，警方出动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伫咧法院门口戒备，后美各国也派驻港代表来到现场旁听，而且呼吁爱甲这黎智英放出来。这场审判按算要开80天的时间，这黎智英就可能互关几世啦。出动装甲车、甲反恐特勤队，甚至也个防暴小组带警犬，将这警力为安戒备审检。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互关到即马已经超过1000日，10月使起，香港市九龙法院总算开庭审理，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进入法庭旁听。
那民众甲媒体关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驻港领事馆也派代表到场。里面社会人士王浩尧也举英国国旗，大声话支持苹果日报甲李智英，互警方隔离伫示威区。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也告调上湾。Come here to support the defendant and to hope that Hong Kong still ha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eople's freedom and all that could be protected. 根据法庭内媒体转述，李智英穿普色西装出庭，身形比以前较瘦，以反抗串谋勾结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加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多项罪名，相关会当判无期徒刑。李智英的后生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就表示，显然审判只是一场戏，结果已经决定。真烦恼父亲身体敢是经会落去。At his age, at 75, obviously, any day every single day he spends in prison is another day that he could very well pass away. So incredibly worried about him. 英国甲美国国务院拢发出声明，佮一般要求港府随释放李智英。中国外交部表示，李智英是香港乱局的幕后推手，司法机关依法办理。美英两国讲遐543违反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本案经过3摆延迟审期，也为40天延长到80天。有计总案会审理到2024年春天，搁伫秋天宣判。部分已经真侪的澎湖高层也会担任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检警少年所侦办偷袭的案件，一个姓廖的查甫人，对2018年开始，伫咧台北捷运站等地点偷袭女性的群内底，佮伫咧影片，甲这影片铺上网络顶头卖，受害者有上千人。检方除了依法起诉，会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另外，高雄也有一间大学5月发生查甫大学生伫咧性别优先便所内面偷袭其他女性，落被互抓到，也判刑3个月。警方就问两人，因为这查甫人涉嫌偷袭，高雄检方接到报案调查，姓廖查甫人为2018年开始，伫台北百货公司捷运站这个公共场所偷袭女性甲未成年女学生的群体，佮伫网络卖，5年来受害人都上千人。被告电脑内存有大量偷拍群体等隐私部位之影像。任廖姓男子长期偷拍不特定女子，并在网络上贩售，设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其刑法之窃录儿少性影像罪嫌。警方会嫌犯大所在超出电脑甲偷袭器材者证据，检方认定伊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除了依法起诉，也向法院申请羁押批准。另外，高雄一间大学5月也发生查甫大学生伫性别优先便所内底偷袭女同学，被发现了后，遭到起诉判刑。被告涉嫌于高雄市某大学1楼厕所，以手机从隔板下方偷拍4名被害人如厕画面。经本院法官审理后，认该名被告所犯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罪。就偷电行行为、偷袭行为对被害者身心影响较大，双方无和解，判查甫大学生3个月有期徒刑，没收手机啊。偷袭的事件一直真多，警方提醒民众自保。保持冷静，记住歹徒的特征。第2，大声呼救，寻求旁人的协助。第3，利用手机拍摄歹徒，当场保全证据，尽速报警处。检方呼吁无论协，或者是转传刑事影像，拢是犯罪行为。若收到同款影像，千万唔通转传，或是打伫网站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警方最近和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做伙查到诈骗集团，阁有300个诈骗网站的一个厂商，估计因所赚到乌心钱要到100万，也阁有超过1000人伫受害。这几年国内诈骗严重，监察院长陈菊行去巡查行政院的时阵，也当面甲院长陈建仁点出这个问题重要性，认为目前拢无虾米款有效来打击诈骗的方式，呼吁行政院着要重视。拄报特勤队拢门攻坚，一日门都将嫌犯压在伫碰椅，佮对电脑进行搜证，因为嫌犯是一名工程师，专门解释假投资平台骗民众。中视广告商的嫌犯负责将诈骗广告放伫并且 IG 还是 YouTube 等，犯嫌个人接受诈骗集团委托，规范服务，至少制造300个诈骗网站，不法获利逾100万，超过1000人受害。
在脸书投放广告，是企业的账号，它投放的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那大幅的去增加的这个广告的受众那使不特定的多数民众受骗因为嫌犯用美国公司的警官网络系统作业，想要规避查缉，因高刑事局透过甲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的跨国合作，加速调查相关资讯，顺利破获不法分子，也加做台币联手打击诈骗产业链的案例。因为最近几年国内诈骗犯罪真多，检察院长当局传领中监委审查行政院的时，也当面向院长陈建仁点出问题严重，认为打诈高打亲像欠有效对策。电商个资的外泄非常的严重，那虚拟通货成为洗钱的一个管道，那通信的软体几乎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2022年，全台湾的民众被诈骗金额达到将近70亿。我们希望透过两院共同的合作，及早来修改、研议相关的配套的。检察院呼吁行政院重视诈骗案件，尽速研究相关的配套法令，搁建立跨部会合作平台甲侦查窗口。行政院表示，会伫明年1月10日进前，将书面资料回复给检察院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呢，有家长指控讲，囡仔伫幼稚园互老师用手电暗棍，面搁去互撩着伤。代志发生了后，幼稚园想要包红包互家长，叫因唔通乱通报。家长也批评这幼稚园和教育局拢无伫咧处理。即马因是回应讲，问题就发生就甲老师停职啊，案情也正咧调查当中。提出囡仔的面呢，拢是增加了痕的相片、严重单，也个监视器影片。10月早起，家长伫市机关的协助之下，召开记者会，控诉幼儿园老师用手耍着4岁幼儿的阿妈棍，佮甲吊起来。幼儿在滚量的过程中，面也和老师的指甲撩着伤。就很生气啊！那短短10几秒就把小孩抓受伤，并且园方还一直想要塞钱，就是了事，就当没有这件事。他们就是要用一个这个大过来给这个老师这个警告，然后作为惩处。那希望我们家长可以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家长他们想要看这个前因跟后果的影片，我们的幼儿园是不愿意提供，要求艺人服务处发函给教育局。13迄天发现囡仔下课转来了后，面有了痕，家长不愿伫询问访访了后，得到回应，说是要包红包互囡仔看医生，也佮讲希望唔通通报。市议员批评教育局处理态度消极，家长报警了后，园方才互司法监视器，要求检讨机制。我有立即处理，请老师离职。后续也依照教育局的规定办理，在此诚心向家长道歉。本局获报后即已积极处理中。那目前这名老师已经停职，后续教育局将尽速完成调查后，将结果提报认定委员会审议。面对家长质疑，幼儿园是讲事发了后第一时间就有通报。教育局表示，若经过查证违反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第33条规定属实，会看经济轻重，分别裁处幼儿园还是行为人新台币6000到6万，还是6万到60万的罚款，还是这名老师1到4年，还是终身被当伫教保服务机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明年就要公司化，最近内部有公告讲，这公司会试运转。调员工伫咧质疑讲，各部门的主管拢是小捌的，就咧质疑讲，这公司化到底是有啥物款的改变？而且德鲁固事故的家属也批评讲，交通部答应安排代替董事和家属见面，听改革的建议，却收到开会通知了后，落尾过来取消，认为安尼反起反倒，认为代替无诚意做改变。代替对了发出试运转部门主管名单，除了外界已经知影内定的董座到位，总经理彭辉生以外，5位副总经理加总工程师拢是一级主管，员工反和中官拢是老面枪。公司化只是优惠，搁爱试运转，中官愈来愈侪，基层愈来愈少，就是公司化，为咗员工有共款的想法。交通部承诺伫公司化进前要安排董事甲泰鲁阁家属座谈，听改革建议，想要到会议通知发出，佮马上取消改期。反反复复取消了又通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真的是蛮粗糙、蛮不被尊重的。这样的做事态度其实反映出了，其实也是过去台铁的做事态度。
教授代表批评过去争取政治代替董事会监督使用无专业被拒绝，即马看到代替董事会也拢是老面手加上无严格会议通知真凊彩，看不出要改革。代替产业工会指出，公司化本质无变，互关港事期价别，目前申请的提人数比代替有期较济，都惊冲击明年春节收分。到年底统计的离退应该已经超过1000位以上了。那以及说台铁没有提到的是，还有800多位的同仁有申请转调。那对于台铁员工来说，其实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新的改变，因为如果有的话，其实早在现在其实就可以改变了。代替发出声明，强调现阶段全力进行安全甲服务的提升，无任何条款票价具体计划。运输合者认为，代替要转型公司，就需回归专业人来进行公司治理，爱护合理收入，鼓励员工士气。台铁怎么样让它转亏为票价合理化？好，它的运能极大化，再来它的运量要被创造出来。车站这些土地要能够有秩序的被开发出来。学者分析，代替经过高铁通车冲击，整体所运进出油源创新悬，宽拓轨道将有实力，能由场站开发加合理票价来增加收入，落实安全营运公司化了后，才有转型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今正式宣布，中营分会技师罢工投票，这个月2日启动，明年1月初5开票。那通过就正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技师工会是批评讲，这中营卡手无够，薪水也比北京更加低，劳资协商无结果，敢若会当惊这罢工的天数，也未看到中营的诚意，要求交通部就要用航权来约束航空公司。交通部是回应讲，这航权牵涉范围是正宽。若准航空公司有违法的行为，会依照着民航法加以处理。事故平权，事故平权。技师职业工会来到交通部头前，宣布自12月2日起启动中营分会罢工投票。若分会过半，技师会员投下同意票，就处理罢工权。工会表示，有关其他资方提出善意，解决人力不足、薪水太高落后同业等问题。长荣航空用这样的一个泼脏水的方式，企图鱼目混珠，让社会大众认为说，飞行员你的薪水已经足够多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们非常心寒，这不是一个应该跟工会坐下来平等对谈的一个态度。工会诉求加薪、加条款外站津贴，保障本国籍技师就业权，降低因为人力不足引起的机场地安事件。罢工投票结束了后，有计伫明年1月初5开票，是伫总统大选进前，都有机会处理合法罢工权。工会也要求交通部应该以更加高规格来要求航空公司，必要的时应该以航权分配来约束。工会的一些建议啊，我们听到了哈，那我们收起来，因为航权的部分是涉及的很复杂的、多层面、多元化的哈，那我们会一并来整个来思考考量一下。交通部回应。依照民航法管理航空公司，保证国籍航空中，华航正技术中，本国籍占比87%，中营占81%，拢符合规定。那中营回应，公司一项以积极方式调整薪资，另外伫2016年到2023年进行结构调薪。今年以来，引进120位技师，优先招募本国籍，应人力需求，招聘外籍技师。最近发生3件地安事件，拢是外籍航空会当地地勤公司所实，中营是受害者，也依顺管道讨赔。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这美国总统拜登因翁仔某17日暗时离开德拉瓦州竞选总部时阵，这车队摔获一台轿车龙，加在是无人受伤。另外，也当咧造势前总统川，伊是讲到非法移民会污染国家宪法，那做伊来当选会进行美国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一声真大声传来，美国总统拜登真惊吓，随后赶紧上前护送伊上车。美当时间17暗8点左右，拜登甲夫人吉尔伫德拉瓦州竞选总部拄甲团队食完暗顿，准备坐车离开。想要到这行出建筑物，要回答媒体提问。总统车队中一台 SUV 倒拖，另外一台汽车弄到维安团队随驾请上前，将肇事车辆围起来。
即看到肇事金白色车辆车头有明显损伤，非的驾驶无傻傻乖乖举起双手接受盘查。这件事故并无造成任何情关伤亡，目前特勤局也未对事故细节加做说明。拜登的行程无受影响，安全登去大所在。拜登当咧寻求明年大选连任，不过皮尤民调顶礼拜上新报告显示，伊而且摇摆州的支持度拢输予潜在对手前总统川普。民众普遍对拜登处理经济甲移民问题无信心。那川普是伫拜六为伫新罕布夏州的政治活动，过一摆表示，若当选会限制合法移民人数，也个讲出争议言论。They're poisoning the blood of our country. That's what they've done. They poison. When I'm re-elected, we will begin, and we have no choice,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operation. 今年9月，美国边境非法移民捌达到26万人，创下新高。迄当时，川普都已经讲过，类似的毁灭污染言论引起真侪组的反弹。拜登政府最近是为了争取对乌克兰甲以色列进一步的军援，同意甲共和党就移民等多项议题进行协商，无排除将严审查庇护申请。公司新闻neu员编译。北韩伫咧17暗时，还有18早起拢飞弹的试射，其中较要紧的就是其今仔日早起发射的中程飞弹。虽然落尾是落伫咧日本北海道外海，不过日本防卫省对这飞行路径去推算，认为北韩即届发射的飞弹这飞程呢超过15000公里，等于讲是会当射到美国的任何一个所在。根据日本媒体引述防卫省的消息指出，日本估计北韩少年线发射的第2粒弹道飞弹，虽然敢飞1000公里左右，不过高度超过6000公里，所以判定是就这弹道飛彈 ICBM 等級的武器。今回発射された ICBM 級弾道ミサイルは、今回の小軌道に基づいて計算をしますと、弾頭重量等によっては15000km を超える射程となり得るとみられ。その場合、米国全土が射程に含ま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す。韩国军方的资料显示，这个发射的飞弹是使用固态燃料火箭延引，比起较早液态燃料火箭延引，固态燃料会让飞弹发射的准备时间大大缩短，更加会当发挥临时行动的效果。针对北韩少年线发射飞弹这个做法，美日韩三国加速建立即时的情报分享机制。 네, 지금 한미일 3자 간에 긴밀하게 공유했고요. 실시간 공유는 현재 준비 중이고 필요하면 아마 일정한 일자에 진행이 되는 걸로 알고 있습니다. 除了以北韩做中心的东北亚局势引起日本关心的也有南海问题。16到17伫东京，日本邀请东南亚国协的领袖举行国峰会，除了纪念日本甲东协建立合作关系50周年，安怎因应中国伫南海军事扩张，也是这场峰会焦点。因为顶礼拜才发生中国甲菲律宾的军舰伫有主权争议的海峡发生冲突，所以这届峰会各方是同意进行联合演习。日本嘛同意提供相关的装备，加强东协各国的海防。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继续来看这以下冲突，以色列军方17公布，伫咧以色列和加沙的边境关口艾瑞兹附近，发现到哈马斯上界大的大型地道。这地道唔那车会当驶过过4公里长，含真济地下通道收接，会当运送人员也个物资。 过境关口艾瑞兹外口的铁门，互蹦出一个大坑，建筑内底嘛乌索索。以色列军方17公布，伫以色列甲加沙关口艾瑞兹附近，发现武装组织哈马斯上大地道。Erez crossing is just behind this wall. You can see over there. This is Erez terminal. You see the roof of Erez terminal. The second place or the second spot they have tried to invade the base is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ey tried to explode the wall. They didn't succeed. 这个地道距离关口差不多400公尺，建设伫一间车库的正下边，互以色列无人机甲卫星是监测袂到。地道内底跨度会当互车辆通过，佮连接真济加塞其他地道，为内部电线、排水管道甲网络来看，这就是用几日当的时间来起的，借出来运输人员甲物资。外界质疑以色列过去是安怎无发现这个地道？军方表示，以国的安全部门伫10月7日进前，才发现外界进入以色列的崩坑，唔知影有一条崩坑。另外，以色列研判哈马斯用火箭筒破坏关口的隔离墙，袭击以色列的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佮拔走部分的士兵。
That was meant to do a terror attack on the Erez crossing. של תוואי המנהרה. זהו פרויקט דגל של החמאס. הוא מגיע לעומק של 50 מטר מתחת לפני האדמה. בתוך המנהרות מצאנו אמצעי לחימה רבים.暂时伊个也无清楚，这个地道伫10月7日是毋是有用伫攻击居民，也毋过认定地道伫攻击的准备工作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着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加沙的人道危机嘛愈来愈严重。以色列开放除了拉法关口以外，互联合国的救援团队会当为以色列甲加沙边境一个关口送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也毋过当地嘛开始出现难民去哪早，也是堆赶物资车，阁有人爬上车甲物资担落来，颠倒增加运送物资的困难。为了缓解人道危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嘛飞去中东，如果会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敦促以色列停止大规模的轰炸，防止扩大地区冲突。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益。立法院今三读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明定经过军方通报管制场域，伫咧应训期间也会当当作是军事营区。无经过许可，伫咧军事营区内面翕相录影或者是侦察，拢会去犯法。军事部即马就伫咧烦恼讲去翕证期间的犯法咧，公布是回应讲翕证期的起降时阵无危害军事机密安全，无伫咧禁止范围内。今年汉光演习伫新北8里海沙堡进行反电流作战，按过未来各军伫这个所在进行演训期间，拢爱管制。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明定经过军方通报管制场域，伫演训期间嘛当作军事营区，无经过许可伫军事营区内摄录影，也是其他侦查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营区外做相关的行为，而且有危害安全，相关会当罚15万的罚款。按过军事部是烦恼翕证机可能就会触发。军事迷拍摄战机起降的行为，如果没有危害军事机密的安全，那并不是这个条例禁止的范围。那么对于禁止的行为，也会明确的公告。国防部讲，国军未来伫营区外实施演训，若做有可能甲民众活动范围定他，下面卡公告管制范围、时间，甲影响降到最低。学者苏夏红分析，主要是要补足军事营区安全维护的法源，会当减少进前民众因为乌白走入营区的法律争议。专家提醒，若是限制伤过济，恐惊原来会互专门参与国防的议员拍折。但是你反而把很多他关心国防事务的，或者他喜欢军事的，他甚至他会对于全民国防教育是有帮助的这些人，你会把他推开。最近一直有无人机侵扰营区，即个三读条文嘛明定，国军伫个执行军营安全勤务，若做有无人机，也是其他无人飞行物体飞过军营，有危害国防军事设施，也是机密资讯的顾虑，必要的时阵会当使用武器。专家认为，有法院的支持，有助国军强化应对无人机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囤房税2.0方案，立法院明仔载议会特别表决，今日党团协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拢同意囤房税率对目前上悬3.6%，由到4.8%，就时代力量要求4.8%爱搁较悬。财政部表示，这囤房税率即届修法虽然只有增加1.2%，不过配合全国总规划，应该有加重的效果。改善康厝营用无用的问题，行政院今年9月通过囤房税2.0的方案，今日展开调研协商，针对上关键的税率，其实已经得到各政党多数同意。敢若时代力量认为囤房税税率4.8%无够悬，爱听候19拜日议会表决。时代力量他们当然认为说3.6调到4.8，他们觉得调太少。以税率的调整来讲，也是有相当的幅度，并不是说没有调整。税基也就扣税的基础必须去符合市价。那假设这两个配套能够完整的话，我相信可以进一步来健全房市。税率的增加，其实可能在整体来讲，以这样子能够遏制房市炒作或逼出空屋的这样的政策目标来看的话，可能效果还是有限。这届囤房税2.0修法的重点，主要是税率为上悬3.6%，调整到上悬4.8%。不过这点无得到调研的共识，其他包含房产统计为县市改做全国规划，也有单一家己大的税率为1.2%降到1%。另外，经济要求地方必须要制定差别税率，有得到共识。
财政部回应，对毋是自用税率上悬为3.6%调悬到4.8%，虽然敢若增加1.2%，按国家全国规划这个做法，会当达到蹲帮税负的效果。房子空屋拿出来，我们觉得是不会有效果的。重视这样子，我们还是觉得比现行的税制进步嘛，所以我们支持他要来通过。民间团体认为，真歹靠税制改变，对当逼出市场空处，和极大有正义。你做蹲帮税2.0表决通过，对于建商来讲，未来销售模式我哪会做改变？建商就会力求赶快把它销售出去。当供应量增加的话，对房价呢确实有这个平抑房价，确实有帮助。建商认为，蹲帮税2.0虽然有助压制房价，不过即马下房屋市场处处甲房屋持有者，你做因为蹲帮税2.0上路，都爱加交房屋税，是毋是因为安尼会转到厝租，加重无厝的人因的负担，这原来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制毒集团利用生技公司做暗号，讲要研发药啊，去做台东大学的实验室，说是伫咧做毒品稽查兵。正正因为无细腻发生火灾代志才被控，检方惊依照毒品定罪起诉主嫌等7个人，幕后出钱金主和工厂负责人，也搁伫咧通缉当中。专业抢救，去年3月，台东大学的实验室发生火灾，灭火了后，互人发现有毒品残留。检警调查发现，制毒集团以生技公司的名义，用药商合作，要做药品的理由，租用学校的实验室做K他命，煞无细致引起火灾。先后查扣之大量毒品原料，可以制造300多公斤K他命。侦查中仅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失火等罪嫌，起诉张姓被告等7人。检方依照毒品定罪起诉县长主嫌等3人，县样的金主也甲县上的工厂负责人无到案，互人通缉。检警发现，专案是因为操作离心机无细致引起爆炸，才会被坑。我们的高速离心机，然后又是这么大台的时候，它只要有一点不慎的时候，它转速高速的时候，它可能会碰撞，那就会产生摩擦，可能会有火花，里面的有一些可燃物质的话，它可能就会引发大火。台东大学表示，当初嫌犯本来要向工程学院要求租用学生实验室，因为空间需求量大，考虑学生囡仔受到权益，唔只系改造案发时阵的实验室。跟我讲的是说，他们的老板是做西药进出口的，那有些学名药，他们想要自己去开发。当初他们要的空间比较大，那我们这边事实上并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整个空间的需求。通过不同管道去确认，进驻的厂商有没有一些犯罪的记录？我想现在网络上，都可以再查得到，我们就一定要去查一下。案发了后，台东大学已经加强厂商的资格审查，提高实验室稽查频率，嘛强调对制毒集团隶属实验室毁损、学校的名声受损，已经提起损害赔偿这个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有变较热，各地头这时温度也较悬。不过要提醒民众，明仔载后半天开始，还有一阵强烈的大陆冷气团要落南。拜3到拜5温度会一直落，北部地区含宜兰落到差不多10度左右，那其他所在大概是11度到14度。也讲到今透早呢，这玉山北方也拢结霜，变甲一片的白茫茫。玉山北边的食物表面拢结霜，正做雪白景色。拜二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严重，不过各地透早也是感受较冷。平地上低温出现伫马祖只有7.7度，不过到这时北部地区比前一天回温将近10度，到13、14度。中南部15到17度，日夜温差偏大，要注意拜一开始天气会变寒。下一波的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会从明天周2开始影响。那最冷的时间应该会是落在周3到周5这段时间哦，要留意在周4到周5可能在北部宜兰的低温是只有10到11度，其他地区在11到14度左右。拜二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是不是达到寒流等级？要去观察。不过拜3到拜5气温也是亲像厝流拢同款明显下降，而且拜3北部甲东半部水汽增加。有局部短暂雨的情形，拜4、拜5水汽小可减少，落雨范围缩小到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雨，在基隆北海岸呢，预估雨势是会比较明显一些的。那到了周4、周5，水汽有稍微减少一些，
不过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仍然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双友摆透早经过武陵，气温差不多15度，草地隔一阵薄薄的霜，赶紧翕落来一片的美景。啊，不过因为低温，这几天无论是出外还是伫厝内，民众拢一定要做好保暖。根据统计，这半2天全台消防局接到技术心血管疾病雄雄死亡的至少有81人。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证实讲，头一届对中国入境旅客所在猪肉制品当中验出2种无共基因型的非洲猪瘟病毒。这新变种的病毒已经伫咧中国引起真严重疫情，若准拖到亚洲附近的国家，恐惊是未收煞。对这相片，咱会当看到呢，这是民众违规早入境去互查到中国制造的咸菜肠，也验出到有新基因定组的非洲猪瘟病毒。兽医研究所也证实讲，这款病毒呢真高致病性，而且真高危，到目前无疫苗通好来防治。到12月15为止呢，边境查到1700多件违法炸肉入来的，其中中国的肉制品就1300多件，占要到80%。其中这物件验非洲猪瘟病毒的阳性率有12.4%，拢比前2年更加悬。即摆也呼吁讲，这年节啊，特别到啊，千万唔通乱炸肉入来，维护咱台湾猪的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公布，针对24间早顿店顶油脂类的产品反式脂肪的抽查结果，发现有3件反式脂肪超过标准，除了改进，也着爱处罚。这违规店家呢，也包含正出名的连锁早顿店。就是这间伫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巷仔内的连锁早餐店丰雅汉堡，互卫生局稽查发现，店内使用的旧年精外包装的标示讲无含反式脂肪，按过检验结果说含有反式脂肪酸，而且超过标准，牵涉到标示无实在，会依照是案罚3万。厚奶精外包装标示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但是该产品检出每100毫升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合计超过0.75公克，依法不得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台北市卫生局是讲，除了丰雅汉堡，也有圆山一温早安美之城的迈阿密日沙拉，后面东路2段38号调是素白沙拉，拢是反式脂肪无合规定，已经叫因限期改正，袂使继续卖。营养师是讲，反式脂肪的来源有2种，一种是天然的，对咱人无败害，像讲牛羊顶天然泥油；另外一种是加工过程产生的，那是食伤济人工反式脂肪，对互血内歹胆固醇升悬，增加心血管疾病加中风的风险。把我们身体高密度脂蛋白，就是所谓的好的胆固醇会下降，那甚至会增加三酸甘油脂的量，所以因此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上升。营养师建议民众较莫食正路高温烘的加工食品，加食原型食物。大人每天爱啉超过2000cc 的水，会当帮助油脂代谢，把反式脂肪排出体外，保持规律的运动，原来有助提升新陈代谢，消磨体内囤积的脂肪。记者综合报道。要互人叫做全台湾上界水的鱼市场——高雄高山鱼市场，因为这生意无好，厂商小连续退出今年9月大整修，经过3个多月，1个月15重新开幕。这市场增加现捞的鱼货拍卖，也有代替人客料理等等服务。不过有民众反映讲，这卖物件有较贵，除了这以外，环境是真舒适。这几天高山鱼市场人吵，大家等咧排队买领小火锅又个新鲜的鱼汤，镜头刷到外口，大家围伫船边啊拣虾啊。为着要逼人去，高山鱼市场是准备各种活动。不过重新开幕鱼市场，民众认为种类也是无济，虽然环境有变了更较水，但是物件价格确实有较贵淡薄啊。有较新啦，有较新的，啊比前较好，啊不过。感觉内底卖的物件有较贵些多。觉得环境干净很多，而且又比较舒服。可是东西就有点贵，比之前有点贵，对。互人合作全台上水高山鱼市场去年开幕，却因为经营无好，今年9月封闭整修，这个月15重新开幕，唔但增加现流啊鱼货拍卖，嘛调整柜位。针对民众反映海产价钱较贵，业者回应讲，因为沙西米有分等级，并无较贵，价钱真合理。阮的沙西米是最较高，啊，一份是有分200块、400块、甲600块，嘿，啊，
阮的沙西米甲外口比，外口是可能较薄，阮的沙西米有较高淡薄，其实安尼比起来是无较贵。目前高山鱼市场内底拢总有11间店家，假日下晡有现流鱼会拍卖，阁有代客料理服务、活鱼啊、现切等等。高山鱼市场调整过后，嘛会当重新去引领调。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离总统大选不到1个月时间，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目前3党的总统候选人针对青少年议题所提出的政见有关正欠缺，因也提出6项的青少年诉求，邀请这3党的代表来到现场共同签署政策支票，也希望讲因当选了后会当参考民间团体意见来规划政策。投资少年不打折，落实承诺拼改革。关注青少年议题的民间团体指挥化考核，离总统大选愈来愈晚。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指出，目前候选人针对青少年议题提出的政见要真少，因提出青少年拄当的6大困境，包括青少年预算单年减少、欠缺劳动保障、欠缺休闲空间等等。因希望未来候选人当选会当实现解决青少年困境的承诺。中央政府应该要提升少年预算占总预算比例超过10%，而且也想呼吁政府应该尽速正视12到18岁少年平均分配的预算每年逐年的下降的这个事实哈，建立这样的青少年发展中心，然后让他们有好的相关的探索。同时，政府应该去密切观察劳动市场的变化，然后了解相关青少年的需求跟青少年就业的趋势。另外，民团嘛指出，政府拢无针对青少年设立专属的休闲空间，青少年嘛真罕得参与社会活动。民团认为，安尼对台湾的发展唔是好代志。因建议政府应该来调查少年囡仔介意什么，比如电竞、跳舞、极限运动等等，来设立专属青少年的休闲空间，互因支持，互因愿意行入社区。我开过英雄联盟的课程，参加了那些青少年学生，他说我们都嘛是。晚上在打电动了啊，白天在睡觉，昼伏夜出了。所以这一块未来要做的话，真的是个很大的盲点了。怎么把这些青少年，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朋友，把他们能够就引领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是要非常的加强。陈小明拜一邀请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3党的总统候选人代表来到记者会现场，共同签署支持青少年政策的支票，宣示那是未来执政会参考民间团体的意见来规划政策。记者卢尚如、林巧凯台北报道。长期以来，伫咧关心台湾人权环境开发议题，歌手班乃推出头一张的全台语专辑，目前正咧全台湾巡回演唱。顶日咧去到中华大和基金会唱出台湾早期农村社会女性心境。你是班乃用充满感情的高音，唱出一段袂当互人发现的感情。长期关心人权、环境开发相关议题的歌手班乃推出头一张全台语的专辑，目前正伫咧全台湾进行巡回演唱。17来到中华的大和基金会，写袂少人来听歌。伊的歌声足温柔的，嘛足温暖的，嘿，所以我足爱听伊唱歌的。这届的台语专辑是老师。就是班乃老师，伊准备已经10几档的这个专辑安尼，算讲是以前拢有听过伊部分的歌曲，感觉讲真美丽真好听。班乃表示，伊伫高雄大汉伫6岁进前拢是讲台语，伊伫台湾世界行踏唱歌的时阵，发现少年辈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伊嘛希望大家加听加讲，唔通互家己的母语放见。母语就是免教，你就学会晓嘛，嘿啊！我是有感觉讲台语，若是无定讲，会生也袂晓用囡仔真侪台湾人囡仔我袂晓讲，我是感觉若是无去足可惜的。这张全台语的专辑是甲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郭致和合作。班乃表示，郭致和写的台语歌词非常文雅，用写故事、比喻的方式，表达出早年农村社会女性的人权甲内心的虚微。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头一届举办朗读会刊观摩赛，比赛完全参考基本竞赛规则，现场抽题随朗读文章。上特别就是讲，这朗读的文本拢是学员家己创作作品，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把母语文化扣倒转来。我正做台语老师啊！声情发音真斗大，第一顶的参赛者豆豆带大家进入本本的内容。为了发扬母语文化，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头届办朗读会刊观摩赛，来参加大细汉选手功夫真在北，成200人来遮交流学美感。不过选手过程难免紧张，加减突锤顶答。评审老师讲，主要是欠经验，有机会会当出来溜细面，安尼功夫就会愈来愈进步。我知影即摆台语、读台语的人真少，所以我爱搁较认真。会当互人感觉讲啊，即个讲了较水，哦，咱就当伫因的中，咱吸收到伊的迄个经验。对这个中间会当提炼出，互大家的基础。更加进步。台语文化班学会以多元学习推测母语，目前因伫东区永康安南等所在，拢有咧开课传传母语，拢总有40位学员投稿。学会落尾甲出版做台语会刊，甚至阁摕来做即届朗读的文本，叫做落实落笔写母语、开喙讲母语的目标。我即届拄啊嘛有投稿，伫遮我阁会当念着别人的文章，会当互我增加更较侪我家己的。写文章这个方面，投稿出版，然后再个摕着会刊来做朗读的内容的篇章，互因会当相对对咱这个台语文的兴趣，兼提升因的素养。语言是文化的底底，不过高大也是面临短暂的危机。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讲，未来会扩大举办，提供大家大声自信讲母语的舞台，互阿母的话会当个一代传过一代。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在美国有一个联邦众议院的候选人，和会晓得接种语言，而且熟悉选举政见的人工智慧 AI 助选员，协助分析选民介意什么，佮逐工会当替你卡几落清统的电话去拜票，透过1对1的通话替候选人邮票。不过这效果是好也是歹，咱做伙来看卖。May I ask who I'm speaking with? This is Cassandra. Hi, Cassandra.Great to meet you. Are you familiar with Shemaine Daniels and her campaign for Congress? 接到竞选拜票电话是美国真侪摇摆州选民伫大选期间的日常。不过这通拜票电话真无共款，是由一个叫做艾许利的 AI 人工智慧助选志工甲选民对话。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丹尼尔斯强调，这互较未晓接触各类民众的候选人有机会扩大甲民众的接触。The goal for me in using this tool is to expand those who can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ing process. If the person answering is kind of going in a direction that's inappropriate, Ashley has the ability to kind of end that conversation. But on our end, we've made sure that she can't tell lies about me. 丹尼尔斯伫2022年选举只无过10个百分点败予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众议员佩里。这摆竞选头一摆有 AI 助选员登场替伊拜票，甲典型的有线录音拜票真无同。艾雪莉是一种类似 OpenAI 的 ChatGPT 机器人，会当分析选民的资料，甲伊爱啥物，客制化进行1对1拜票。也毋过专家烦恼，民众恐惊还未准备好应对这类 AI 人工智慧。They just pollute or can pollute our information ecosystem, and it's not just that we don't have the tools to fight that. People aren't quite prepared. Like we see this all the time when people go to use ChatGPT for something and then are surprised when it hallucinates or makes up some thing that's not quite true. 虽然艾雪莉逐工会当卡数清通拜票电话，分担竞选团队工作量，也毋过专家烦恼，当前美国政治已经充满假新闻 ，AI 拜票这个时阵登场，恐怕会加重美国政治两极化所产生出来假信息现象。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0度，
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6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3度到23度。也看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